美国的密西根州一个少年囡仔医生3天前摕伊爸母的钱去学校乌白开枪，造成4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伊的爸母昨嘛互法院以过失杀人罪，分别判10天、15天的有期徒。这嘛是美国司法史上家长头一届互判讲，爱为囡仔杀人的行为负连带的责任。 密西根州少年克鲁布里的爸母互法院判10到15年的徒刑。这是美国第一对因为囡仔犯校园枪击案被判定过失杀人同罪成立的爸母。Parents are not expected to be psychic, but these convictions are not about poor parenting. These convictions confirm repeated acts or lack of acts that could have halted an oncoming runaway train. Opportunity knocked over and over again, louder and louder, and was ignored. 克鲁布里2021年，也爸母买予伊的枪去校园开枪，4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伊的爸母被指控无处理囡仔有心理健康问题的警告。案发迄天，学校就发现布鲁克利医院肚内边有枪支，抑个人流血。随即伊的爸母来学校，要求48点钟过来接受咨询，因拢无处理也无讲清的代志。I understand my words are not going to bring any comfort. Your Honor, I ask you to take consideration that I have been locked in a cell 23 hours a day. You show no remorse, no respect or compassion for our family. 检察官读一段通话记录，内面拢是派电话。克鲁布里的老爸詹姆斯对熟悉的检察官发出死亡的威胁。詹姆斯的律师反驳这款言论，只是一个小偷的证词。检察官讲，这对爸母对迄当阵15岁后生的精神状况有明显恶化的情形，拢无处理。本来让通报学校要求协助，也让学校知影讲因有买枪给囡仔，但过因拢无做。这位受害者的老母讲，就因为因这对爸母无甲囡仔教好，互伊失去伊的查某囝。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